伫渔会保劳健保的费用是比伫职业工会保哦搁较俗，麦当来申请信用贷款。也毋过，台人有渔会就发现讲，有袂少毋是渔民的民众，找代办的中人以3000块到1万块的费用，帮一般民众来渔会保劳健保哦。渔会是呼吁民众会当主动检举，伊嘛会主动来稽查。是蚵仔渔民透早就大粒竿、小粒竿伫咧拔蚵仔，讨海人大部分拢是加入渔保。不过最近却传出有中人替一般民众办渔保，甲人收3000到1万的手续费，协助申请加入渔会，加做会员。从事养科的这一块不一定会赚钱，有时候台风过境的话，可能会损失。但至少我们有一个渔会的保险在。你改天我退休下来，至少还有一个那个退休金在，这样子有个合符的规定才可能保，应该这样是比较有一个保障在啊。毋是渔会说来投渔保，最近劳保局发现了后，也甲区渔会列做重要的观察对象。2年外前稽查，也发现200多人是无符合资格。即马台南市区渔会是严格审查，发现送来资料拢是要共，连相片也拢完全共款。一个月已经退登去20多件了。主要是要保障我们实际从事渔业的渔民。那我们实际从事渔业的渔民的一些补助的东西，如果让大量的非实际从事渔业的民众进来的话，可能在劳保局这边会对于我们原本在这边的渔民身份而感到疑虑，而做清查。对，最近是阮仔嘛有接到就是讲这审查阮仔加严格啦，但也是尊重这个渔会它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审核。不过也是希望有个明确的标准啊。会出现违规的中人，就是因为渔会劳健保费用比一般职业工会投保更较俗，佫会当申请信用贷款40万，中人才对这内面抽 commission。目前会员有3万多人，平均逐个月拢申请案件200多件，渔会上济一个月就捌退40多件登记。台北市区渔会也呼吁民众自发来检举，掠这违规的中人，该依法发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